人生在世，若是行到最后一站，咱的文化就是爱入土为安。这个梦无论大小，无论做甲真普通，也是真请影，拢是咧讲一寡往生的人一生的故事。即摆台湾的真侪坟墓区，伊是乱葬岗。乱葬岗因为本身咱就有一寡扣金的习俗。你看像讲，这墓园伊有扣金嘛，还是咱讲的扣骨，所以墓园一定会用破坏去。但是有真侪真赞的一寡文化资源，伊是会使向留落来，还是向记录起来。所以咧清统的过程咱是希望讲，既然那即个墓园无法度留落来，但是有相关的记录，应该甲保存掉的。这个梦会当讲是咱后代甲祖先连接的另外一款形式。虽然伫台湾是愈来愈少用土葬，不过也是有真侪超过780档，甚至上100档的梦，互人留落来。一寡梦除了传统应该爱有的梦牌、梦句、梦道、梦埕甲子孙行等等以外，造型是百款。位内底嘛会当看到真侪师傅人的工艺，佮有暗藏的卡斯甲艺术。即摆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式的石灯第二个看到这蒙家朱体家希腊罗马的科林斯式的柱式建筑西方的中国式就是讲这个是木亭墓碑上面的装饰剪黏都是中式的所以也几个墓整个墓融合了中式的西方的日本式的建筑元素。时间过去，台湾一寡古墓点点坐伫遐，就亲像一本记录着台湾人生活经验的册。咱若是会晓读，就会当为这寡古墓内底去了解到迄寡互咱放袂记的台湾历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主持人嘉豪。常常听人讲，人生就亲像拿乒乓，若阵转去了后，一切江山就换别人。不过咱人转去了后，咱的这个骨骸呢是要放伫咧倒位呢？咱这个后背要去到什么款的所在来追溯咱的前人呢？今日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咱现场，要来讲这个古墓的故事。头一位要来邀请的，就是咱鹿港在地绿水文书工作室的陈树乾老师。老师你好，嘿，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要邀请的，就是建行科大通识中心的张俊南张老师，你好。主持人好，陈老师好，大家好。一开始要想要来请教到张老师就是讲迄个墓亲像我细汉时阵拢会对着迄个时代去陪墓。这个陪墓其实我行到阮迄个田内面看到迄个墓大大小小有新也有旧。老实讲，其实我是分袂出来讲，伊是我打几代迄个阿祖就对啊啦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讲，这个墓的造型是有一寡演变啊。自古早开始其实墓的这个形式其实有足侪款的。上古早就是像咱即马边仔看到这土墓尾仔大家环境渐渐开始好啊开始有捌字啊，下底头前做一个石牌。那尾仔到民国40-50年了后，大家经济发展更较好啊，更较有经济条件了后，咱个这边仔就开始用砖仔来贴起来做墓手。这个墓手愈做愈大，开始头前的墓埕嘛开始有铺阿毛土，开始安尼愈做愈宽阔，开始尾仔佫会当有一寡，譬如讲咱讲西石啊啦，也是有其他的这大太路啦，这个形式出现所以讲慢慢像咱土地庙这个客人庄也是讲下港的这个较大家族拢会做这所谓的家族墓有人讲叫祖塔，有人讲叫做墓厝各地方称呼无共款，但是意义是共款的，就是甲咱差不多是对来台开始的这开基祖，一直传落来这祖公祖妈的这骨骸，红金翁金刀翁甲收做伙，做一个祖墓，方便后摆子孙大家安尼来陪墓来对纸。对，安尼老师我都稍微去请教就是讲，如果讲以这张相片来做例好就是讲通常一个墓伊这个基本的迄个配备爱有啥？比如讲，伊头前比如讲你爱有敢若有一个敢若围起的所在比如讲还佫有扶手还是讲边佫一项细细间这是啥？伊敢伊的上基本的基本配备有哪几项？
主要就是爱有一个珠梦的梦菇，吼，啊梦菇就是看咱骨骸所在。另外，除了有梦菇了后，咱拄仔讲的头前爱有一个梦牌，吼，梦牌之外，啊你边仔佫看到一个，通常拢是土地公，啊不过咱若是伫宜兰，佫会看到佫有一个叫做山灵。灵是那个灵气的灵，山灵，系山灵啊，有的所在无山灵，伊是改做良神。哦，土地良神。土地啊，一边是良神，一边是土地。啊，有的是有像宜兰遐是拢叫山灵，伊遐个无较无良神，吼啊。每一个所在拢无啥共款，啊，若像北部地区，吼，个较无良心，也是较无善人这个物件，啊个，所以其实一个梦最主要就是爱有一个梦菇，一个梦牌，吼，啊一个梦埕，吼，啊个有边仔一个土地公，吼，这上无这大概是上基本的一个配备安尼。对。啊，安尼我煞落去请教老师吼，就是讲，迄个梦啊，就是咱就是往生者大的所在。是。呀，安尼土地公算是神嘛？我有人讲这是地头这土地公伯啊。那个伫咧边啊拜一个土地公伯啊？为什么啊？哦，那这边讲吼，其实这有一个作趣的故事啊。较早讲闽江路靠倒万里长城，吼啊。其实过程就是讲，闽江路当初靠倒万里长城，看到万几娘的骨骸的时阵，土地公有出来甲指点讲，你使甲骨骸炸转去。毋过若是讲炸转去，伊会复生，会搁活起来。这个变做甲咱人一般的这人生的过程个无共款，死人袂当搁复生啦。好，所以讲伊闽江路炸转去的这路程的过程中，因为肯定布地内底，吼，一直磨到转去的时阵，其实肉佫磨甲无去啊，吼，佫闽江路当年佫真受气啊，伊佫甲土地公，吼甲伊冤家，土地公为了表示讲歹势，无后摆我来遮甲你顾梦，吼，佮顾恁翁的梦，做一个回师礼安尼，吼，尾仔佫变做一个惯习，讲大家有这个传说讲哦，咱梦的边仔拢有一个土地公，嘿，其实咱是照讲咱较早古早的历史是。伫魏晋南北朝时代，咱个已经伫敦煌的遮个记录内底，咱个看到讲，其实伫旁边有放一个土地公，这是足久以前有中国开始有这个例啊。哦，所以其实迄是为闽腔里靠倒万里长城这个故事来吼，民间传说，安尼啦。安尼我想要煞落去请教陈老师啊，就是讲吼，这个梦啊吼，就是讲，因为伊是过往人。大的所在，有的人嘛讲哦，迄区全部拢是虫啊，遐拢是墓仔埔吼，千万唔通去。这个墓仔埔吼规片嘛，敢有啥物款的禁忌？应该是无太多的禁忌啦，因为表示讲伊迄墓仔埔是就是咱的先人伊所起来的所在嘛，所以只是讲咱若去墓仔埔吼，来甲现场卖黑白讲话。对，嘛卖打过人的蘑菇啦，对，这是对这往生者的一个尊重啊，呢是。老师你所讲的迄个蒙古是伫咧蒙的单位啊？是咧墓牌嘛，墓牌后壁，比如说咱若是土葬的是不是有观察对无？馆长的看头嘛，对无？这个所在就叫做蒙古。当然想要继续来请教到咱的庄老师，就是讲，这个蒙啊，其实咱台湾是一个多族群的社会吼，就是讲咱真侪迄个族群会利用一寡装塔啦，或者是方式来做一个你甲我的无共款的区别。在这个台湾这部分，看这蒙敢看会出来啊？其实上简单的就是看咱蒙牌顶头，咱讲。石牌顶头伊有2字，吼，迄是写咱的祖籍，吼，譬如讲咱即马镜头顶头拢有看到，这边仔有这2个字大字，吼，迄个是咱的祖籍。其实会当对祖籍个看出你是对倒位来的。另外，嘛再看中方这排字，中方这排字内底，若有写讲伊的谥号，吼，谥号就是客人较会用，一般咱河洛人是较无伫用这个谥号，而且讲咱后壁查某人的梦，若后壁有写。如人，吼，而且如人这个名称吼，大部分嘛是，即马来讲嘛是客人较济，毋过古墓个无一定哦，因为古墓的时阵有如人、夷人、安人，吼，伊就是照等级来分无共款的这身份地位，吼，这陈老师个较专业啊，吼，这内底咱个咱看到讲，伊迄是照官制来分，不过咱一般咱通常的。百姓人家，咱是无安尼写，吼，毋过客人讲，去习惯拢写某某如人安尼，所以看蒙牌是上准的。
迄嘛代表讲家己是中量的后代啦，吼。是。也安尼，我想要来请教老师啊，老师吼，你做这真侪研究啊，也安尼就是讲，对中国传出来真侪这先人来到台湾，有的人去到南洋，也就是讲文化一定会改变。也安尼，老师就你的迄个观察啊，台湾啊，或者讲新加坡啊，还是讲马来西亚，甚至是中国迄边，因这梦啊，的形体跟小可无共款。是目前咱看到的这幕吼是安尼啦，是就是咱甲原来这闽南的所在拢是相像的哦，啊，所以建筑就是闽南的这风格。啊，但是咧日本时代，因为日本时代受到西洋的影响，所以有一寡方尖碑的造型出来哦。但是甲日本时代真侪是咧较好嘅人，伊会摸到一寡西洋的建筑语汇入来，甲伊的模的造型内底，所以咱会使点一寡。这模内底会使看到真侪西洋的条仔的造型哦，还是个一寡装饰语汇咧，观顶会使看会到，所以咱会使看到伊的一寡变化是安尼。因为老师伫咧新加坡还是讲马来西亚去搭咧？对，我之前去过槟城吼，看到的基本上嘛是甲咱台湾的传统的模的造型差不多。哦，就是华人的这条仔的部分是安尼，是。哦，所以其实伊在迄个形体有小可变化了对啊。因安尼老师，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啊，比如讲，亲像迄个，比如讲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伊嘛是有因遐当地文化，啊，因遐梦的遐个造型，也是讲顶头的花草啊，伊敢会受到在地化影响，甲这物件拢扣入来啊。但是我看到华人的一寡跩虫啊，还是无吼，伊基本上咧早期嘛是凭这个泉州的师傅，还是漳州的师傅过去迄边做的哦，所以因在地上有名的迄正经过的迄模吼，伊本身的观点的石雕是非常的精彩，但是说石雕就是片碗，泉州片碗的师傅啊拍好啊送过到槟城，啊伊也搁甲倒起来，所以伊的模的形式嘛是甲咱闽南的模的形式是相像的。哦，真正就是有钱上好啦！讲过往了后，你迄个厝要家己做偌大间，有关是会使家己做偌大间吼。也安尼，我煞落去请教老师，老师自你的观察啦，你看迄个好野人斗的梦啊，迄个梦一个梦有偌大？目前看到的这基本上介大呢，比如说咱陈中豪对无？高雄上有钱的人，伊这个模式咧日本时代的模区嘛吼，伊即马变做是咱五地厝这个所在一个公园啊，所以迄占地几落甲咧，对。也讲到这个吼，一个梦吼，会当看出一个家族伊本身的身份地位。不过这个梦顶头呢，有真侪眉眉角角痕迹。究竟这个人过往了后，伊在生进前，伊是做官，或者是普通人咧？这个部分要请老师来甲咱破解。不过在破解之前，咱先休困一下，较听下继续来讲。真侪观众朋友，你一定看真侪电影，讲迄个梦吼内面有真侪宝贝啦。也毋过吼，咱今仔日毋是要讲这个梦内面的宝贝，是要讲这个梦的历史甲伊外口这个玄机。也头拄则有讲到吼，迄个做官人甲好野人，甚至是普通人，伊的梦有啥物款的差别？咱来请教到咱的陈老师来看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是咱开台进士郑用时的模啦，对啊，所以因为伊有官衔，所以咱会使看到讲伊头前吼有真侪石像生，就是咱讲的石翁钟，所以伊头前才有两个招人嘛，对无吼？这有文武嘛，各有招马，各有招羊，甲招虎安尼，所以咱会使踮台湾看到真侪清朝时代做官人伊的模吼，伊头前有留在石像生。所以亲像迄个王德禄的梦嘛是共款，嘛是安尼，是。安尼老师有想要请教吼，就是讲伊为什么会放虎伫头前啊？对，伊本身伊虎迄个无头前嘛是有这辟邪一个含义在啦。对。即马咱台湾有真侪传说吼，就是讲即个马吼，即个马真侪迄个无头前的马，伊的脚会向卡登去。就是民间的规说，就是讲吼。定定迄田内底拢定定，那早起来，迄种田的人看到伊的田地向破坏去，就伊顺，顺到无人，伊认为讲是这只马去破坏，所以真侪民间有这个传说，所以甲这马脚骨
给卡登去，就是石尾正做出来食物件的对吧？哦，好，来看后一张，这张是邦桥林架，林架伊本身咧大陆咧漳州迄边的做务，这物件就是甲咱讲吼，较早有迄个落叶归根的习俗啦。就是讲，今仔我咧台湾发展，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要归葬故乡。那这族人吼过身了，伊嘛是等于到原乡，所以咧原乡去的无，所以咱施东时我去遐咧做记录的时阵吼，就看到因这邦桥林架，因这嘛是有买官的官衔啦，买哈，所以头前嘛是有做石像生，对。安尼老师，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吼，因为真济时代吼，拢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因就是爱甲伊的骨头牵起来。安尼牵起来，迄个时阵，伊敢会甲讲，比如讲，伫咧台湾过往了后，将伊的迄个骨头牵起来，早登去伊的原乡，比如讲，登去长山安尼。就历史的部分，较早就这个做法是安尼，伊毋是扣金，伊是观察，按台湾稳登去。所以早期吼，咧咱台湾有诚侪迄个南段、南北潭的南潭，就是咧去这观察的所在。去观察就是等船只。比如说咧鹿港，伊有这个港口嘛，对无吼？伊等船只甲这观察运登去伊的原乡，去遐去收买。是安尼。所以就是讲，伊的概念就是讲，伊嘛是要登去伊的原乡安葬了。是，没错。OK。安尼老师请教这个墓哦，这个墓其实看起来是真特别哦。这头前这是一个水窟啊，是？正常咱真侪迄墓吼，甲这个高厝共款，头前嘛有一个风水池但是这个伊头前伊是一个无埕啦，但是因为伊饮水排水无好所以伊施东时伊是无埕的概念所以咱会使看到这个石钉有无？伊是刻咧无埕头前啦。是安尼。所以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了。是。好，来看后一张，这张真特殊，就是讲因为伊这顶头啦，又比如讲有做迄影尾，影尾佫特别翘，佫包含顶头做一个真济迄个剪黏啦，所以等于讲这是开真济工艺伫咧顶头啊。是，这个是阮台中林献堂家族的墓啦但是咱即摆看到伊馆顶有一个木亭所以木担那个凉亭叫担那这木亭馆顶伊就做咱传统的这有跳燕尾这个做法，但是咱会使看到伊的条是西洋式的条的做法，但这个墓是咧日本时代迄阵施东时营造的，所以咱会使看到讲后壁一个墓具无就大的，敢若有一个后靠伊头前一个墓埕。但是咧921地震的时阵伊规个倒去，咱即摆看到这是921了后才佫定起的，甲定修的部分甲保存真好。这个墓边啊有这个施东时第二师傅的落款，真特别。另外一边有落款是施东时做这土水师傅，有土水师傅的落款嘛，落款咧这个墓手馆顶。这林献堂家族的墓，这个墓咧，即摆的明台中学内底啦。所以咱台湾诚侪学校内底有坟墓啊，有一寡是创办人的坟墓，有一寡是因这学校家族的坟墓拢刻咧内底。安尼老师，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讲通常是什么款的情形再去做一个亲像家族的墓啊？家族的墓介济呢，表示讲因这个家族伊本身有这经济条件，所以慢慢伊甲差不多日本时代，伊会甲伊祖先的一寡墓甲扣做伙，比如说咱等下要看到这个五鸾旗的墓，就是非常的精彩，因为大正11年施东时，这东北社就是伊的后代，甲伊祖先的墓拢甲集中起来。所以你讲这张就是五鸾旗咱台湾建县的时阵施东时的建县的这个总理所以五鸾旗，伊的后代东北社伊施东时咧大正11年，就甲伊祖先的会扣金的拢扣来做这家族墓。咱即摆看到后壁这有一个拱圈有无大概拱圈内底就是墓穴，墓穴若有扣金的就金刀翁若是土葬的就是内底有棺材，但是咧921大地震，伊规个这无规个受损去所以施东时台湾的政府佫甲定修起来，定修的过程当中，我就入去内底翕相，所以迄墓穴内底就有金刀翁有棺材施东时因扣金来
即马入塔入咧善导寺。啊，咱即马看到这，因为伊咧日本时代起的，所以咱看到这就是坊间碑啊，这较西洋式的，较日本式的。啊，所以咱踮台湾咧，即个时阵就会使看到遮精彩的一个墓的营造建筑。因为老师你对我讲的这个坊间碑啊，伊这个功能是，无伊原定就是咱台湾的墓碑，但是因为西洋吼，真侪欧洲真侪嘛是拢是即个坊间碑。啊，日本时代明治维新的时阵，因师当时学真侪欧洲的文化嘛，对无？哦，所以咱踮日本的真侪佛寺内底会开看到墓园，啊，这墓园内底拢是用即个坊间碑来做因的墓牌。那日本时代咧统伫台湾的时阵，咱台湾嘛出现真侪日本时代这墙啊，啊伊嘛是做这个坊间碑，是。对，其实是拢是模仿外国啦，就是做迄时阵感觉讲，哦，我做这是上派、上个流行的啦，吼。啊，当然啦，即马时代的变化，咱祭拜神灵的方式也有伫咧改变，吼。来看后一张，这个墓嘛是真大，而且伊的造型，你看伊迄个石头色水是有无共款，这是啥的墓？这是阮台中吼南屯日本时代做钱的人吼，或者廖焕文的墓啦，哦。啊，这个墓咱会使看到伊的形体，你看伊的墓手管顶吼两种材质嘛吼，一个是上好的青刀石，一个是泉州白。但是这个咱看到伊的墓牌吼，管顶伊一个人带5个墓啦，所以伊的名嘛拢刻在管顶，所以这个嘛是伊的家族墓。但是上特别的就是这个人吼，伊的墓管顶有一个裸女的石雕，这非常的特别。这个墓是昭和9年啦，1934年的施东时的墓，所以会使看到讲日本时代，哇，这有钱人的墓真前卫呢。哦，有一个裸女的石雕，啊，这个石雕嘛是青刀石。是。早期来讲，好的青刀石才会摕来使用嘛。是。对，所以其实使用青刀石也是代表讲是伊的一种身份地位。对，来看后一张。哇，这个我足捌伊的哦，因为迄个是三甲祖师庙，最后一届就是整修吼，就是由这个李梅秋老师吼伫咧斗相共的。你看伊边仔嘛，佫有共款有这个无穿衫的查某囡仔。是，这是铜雕呢，铜雕。铜的哦。对，铜的哦。那李梅树教授的伊的坟墓头前有注意真人比例较悬的这个铜做的这裸女铜雕啦哦，啊是伊的学生。施东时咧，李梅树教授过往的时阵，踮伊墓头前做一对哦，真特别。所以目前咧，台湾看到坟墓头前有裸女石雕还是铜雕，就这两个，这两组。OK， 好，来，当然这是配合到真正有迄款艺术家的感觉啦，吼，对。来看后一张，哦，老师这造型真特别哦，这是飞行机的形体。对，这个是咱台湾吼，咧日本时代。有家己的飞机的一个飞行士啦，哦，这个人号做杨清溪啦，哦，杨千辉这个人伊本身伊是高雄右昌这个所在的人，啊，因为这架飞机伊是号做高雄号，高雄号，但是这杨千辉吼，伊施东时伊做一个乡土文化之旅，但是伊这文化之旅是足顺利的，啊，等于来到台北，伊的一寡亲戚吼就来到台北找伊，啊，坐这台飞机。哦，啊，第二个飞去的时阵，但是遇到乱流，结果咧马场顶坠机，所以施东时杨清溪就咧迄个坠机，伊就过往。哦，咧坠机的所在吼，伊就做因的后代做一个这架飞机的造型的纪念碑，啊，伊的墓吼就做这台飞机的造型。对，所以咱会使看到头前伊迄个螺旋桨吼，就是伊的墓碑。是安尼。哦，对，就是迄个叶仔头前伊是写伊迄个名了。对。请教老师，伊这个看起来伊的迄个蒙手的迄个形体足特殊的，安尼这是什么形体？是，这就咱讲的密博吧，哦，亚博，哦，这就蝙蝠目嘛，咱讲的蝙蝠目。但这个物件吼是，伊是甲这个师傅有关系。就是讲咧鹿港复兴这个所在，这派师傅伊会做一个蝙蝠造型的这造型的墓的造型，啊，所以阮来讲，这号做蝙蝠目。啊，但是这个墓吼，因为台湾一直咧清场，
所以这无拢一直用破坏掉哦，连工应该是看无啊。对。也其实讲到咱当代社会吼，面对着这个古墓啊，其实社会有一个变化。这当然啊，这个古墓也同款受到现代趋势危害。不如果咧讲到这个危害这部分呢，咱来先来讲到咱安怎来对待咱的先人，会用什么款的方式来甲因祭拜？在祭拜当中真济美美角角，咱小休困者，确定继续来讲。自从晚清时代以前开始，就真侪人为登山过湖水沟来到台湾，行过一世人。往生了后，就待伫咧台湾400多年来，渐渐变成真侪历史久长的墓仔埔。伫台南的南山公墓，就是其中一个咧。南山这个古墓地是咱府城大部分的人最后伊的迄个归属的所在嘛。尤其伊这个历史场域吼，是咱迄个建社400年来一个盖早的墓地，啊，而且佫咱对伊的了解还无到1/10啦。足济墓伊的故事咱拢毋知。咱这种有历史的古墓吼，这牵涉到一个家族因伫台湾这个土地顶面的命运。所以咱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嘛，吼，什么时阵咱为移民啊变做一个台湾人，就是当你的祖先啊种伫这个土地的时阵，当你的祖先种伫这个土地的时阵，你伫台湾你有墓通啊背的时阵，你就变做台湾人。当年同一天，咱拢会甲手里无用的工课先放落来，做伙来到这个所在，烤草、扫涂骹、清墓道，传一寡好食物，搁点一炷香来孝敬咱的祖先。一寡咱台湾人看起来正世俗的习惯，煞伫咧这个时代慢慢啊消失去。毋过，这个陪墓的过程，咱嘛甲台湾人美好的文化传统保留落来，代代相传。所以，阮的开台座伫遮，对阮来讲的意义，这是真重要。而且，这种探墓厝对阮府城人来讲，伊是一个家族，伊每一档的聚会。啊，你若这墓拢除掉，你若进塔了后，这种一年一次的聚会，大概就无伊啊。哦，啊，对阮这个家族的凝聚力都有影响。在用世间的子孙用无同款的方式，伫咧怀念咱的祖先、咱的先人，想要来请教到咱的钟老师啊。因为我看阮妈妈吼，大概迄个大年节啊，若爱祭祖的时阵吼，拢足无用的，拢爱煮甲几道的菜。像阮兜拜公嘛吼，讲爱限定，讲哦8项、10项、12项吼。啊，除了这以外呢，若去陪墓的时阵吼，拢爱传一个菜碗。因为我想要请教钟老师，就是讲，迄个菜碗伊这碗数敢有固定啊？讲正经的陪墓是会当看一个家族的原来的文化上直接的所在吼，因为像咱一般河洛人来讲，拢是以菜碗来陪墓为主吼。那客人来讲，客人无咧用菜碗，客人直接拢是用三星。吼，就是拜一副行礼安尼尔。吼所以讲你若去甲看客家家族因伫陪墓的时阵，是规一片专行礼，甲咱伫庙会拜拜共款。吼若是伫咱河洛的墓头前看到，个大部分就是安尼一份一份的菜碗。吼可能有饭有菜。吼大部分去墓仔埔，我较罕看到有汤，可能因为歹炸。吼，较无看到汤，大部分都是菜碗。菜碗就像我今日传来这，吼，就是7碗。有的人讲爱6碗，有的人用7碗，有的人用12碗。这每一个家庭嘅大家习惯无共款。一般来讲啦，咱来陪墓还是讲祭祖的菜碗内底吼，拢有几项是一定有的代志吼，就是讲像咱白饭，吼来土豆，吼土豆大家就讲食土豆，即食甲老，吼这个有这下水。吼，咱的加根、加心、加肝，吼，安尼就讲，食加肝再做大肝，吼，同款做肝，咱佫有一个边仔即个韭菜炒大肝，吼，韭菜个久长长嘛，豆干嘛是希望咱的子孙会当做大肝安尼，吼，若咱桃园咧，吼，因为我是桃园人，吼，咱桃园咧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就是咱若正经
照古早的川菜碗，爱搁一个米糕。嘿，啊，若讲啊，我今日向出门，无法度传米糕要安怎？嘛无要紧，白饭顶头也一寡糖嘛会当准过。嘿嘿，啊，这个是咱各方各地的这类型无共款啦。吼啊，基本上咱的肥糠就是爱有菜碗，吼啊，肥糠嘛爱有这发粿，吼啊，这嘛是加上大家爱大发，吼大发大进在安尼。啊，边啊这个是咱拄啊看到的这。红牛粿，还有草仔粿，有人讲这个是厝角粿，吼啊，其实这通名咱会当讲这是草仔粿啦，吼啊，细分来讲啦，吼咱河洛人大部分拢用你讲的拄啊讲的刺壳，吼，那客人因佫会用虾，吼啊，有诶通地区嘛听过有人用迄臭草草。鱼腥草，嘿，所以其实草仔粿内底组成有当阵毋是干那一味尔，有当阵是小夹的，吼啊，所以咱肥糠一定爱有草仔粿。那红牛粿就是讲，你若无草仔粿传啊济时，嘛会使做一个红牛，吼啊，所以讲红牛粿、草仔粿，啊，佮这菜饭，这基本上这是咱伫肥糠时阵一定看到菜色安尼。片场啊，佮看到一个，这是两对丁，吼，啊，佮这是就是。瓮纸，前面老师咱简单介绍这两对丁的意思。其实我的例是无这物件，咱请老师讲一下无？其实桌顶这的物件吼，有一部分咱陈老师上熟悉，因为有一部分是鹿港来的物件，像你拄仔讲迄对丁，迄个是鹿港，我伫鹿港请鹿港的迄金纸店的师傅甲我写的吼。那一般来讲，咱中南部的河洛里吼，那娶某。结婚吼，或者是讲入新厝、生后生吼，有进丁吼，这好事爱开始陪连续陪忙陪3年，因叫陪忙啦，吼，爱陪忙陪3年，啊陪忙过较慎重、较隆重，爱传菜碗，爱传行李，吼，啊搁爱传迄对丁去，去到梦境的时阵，啊迄对丁拜好，啊搁挂转喺厝，放伫家己红架桌顶，放伫公妈边啊，吼啊意思是讲咱今日有出丁安尼，吼，所以这对丁爱连续挂你挂去梦境拜3年，吼，去挂转来，去搁爱挂转来，爱挂3年安尼，嘿，啊。其实头前遮的银纸也好，瓮纸也好，这就是咱台湾各地方的这习惯用的金纸无共款的。像顶头这纸，吼，这个是咱北部较用的较济啦。吼，这北部较常看到这小银，吼，啊，这是较古板的这竹纸的小银。啊，边仔迄个是挂金，吼，啊，即马因为有的人拢会讲厝的公妈，吼，是做神，吼，毋是去。变鬼，吼，其实咱民俗讲法有一个讲法，就是讲，恁兜的公妈，别人兜的鬼，因为敢若有别人兜的鬼，吼，啊，无人家己兜的鬼，吼，啊，所以家己兜的拢是公妈，拢是神明，吼，拢是，所以你会使看咱公妈腔内底写，拢是历代祖先之神位，伊毋是写灵位哦，神位，所以其实咱古早人嘛讲像转起来是去做神，吼，所以是做神，所以即马若有人讲公妈是无伫烧银纸，吼，所以即马个较现代啦，大家足侪人讲已经台北人也是讲咱北部人，足侪人已经甲银纸改做用挂金，吼，所以即马足侪人陪忙也直接用挂金，啊，若古早咧是拢用银纸较济，吼，啊，刷落来看到这顶头有写大片，啊边仔咱有看到咧顶头印高金，吼，啊，这个是下港的银纸，吼，下港的金纸，啊，这是下港的高金，啊，这下港的高银，啊，高金高银嘛是摕来陪忙的，吼，啊，即马嘛是共款，即马有人下港嘛较减去银纸，吼，啊，所以有的所在人因即马嘛无用银纸，去高银嘛无伫用啊，因讲是新瓮才有伫用，吼，啊，即马陪忙也好，也是讲咱拜公妈，拢是用高金较济，吼，啊，所以即马用高金陪忙的人嘛较济，吼，啊，佮上尾啊后壁即两个，这个是咱台中的。像鹿港也好啊，还是咱台中海线啦，吼，中南部这方面这条线的人，陪忙还是拜公妈，大部分即马拢是用四方金，吼，啊，这是中部所常常看到的四方金这样，嘿，啊，所以即马其实陪忙大家所在用的物件无共款啦，吼，那边仔迄瓮纸的所在，吼，像我边仔有缀一个，敢若已经伫缀伫瓮头的迄个是咱北部较常看到，大部分你会用即款的瓮纸，大部分是漳州类，吼，漳州人较济，啊，下骹你有看到两个红的，啊，较
这个对吧？较碗里嘿，迄只那个对无，迄敢若红甲白尔，嘿，这个是鹿港，咱台中这方面较用得着的泉州类，吼，泉州的人较会用着这款的网纸。啊，然后另外这边这彩色的这咱是下港，彩色的，嘿对，咱下港这边的人较会用着彩色的，这同款是网纸。吼啊，毋过是安尼啦，即嘛因为大家吼对遮的物件拢是无啥熟悉，吼啊，足侪物件毋知要怎用啊。所以咱即马是去甲金纸店，甲头家娘讲，头家娘啊，我要去陪忙，你甲我配一份金纸。啊，头家娘就是啊，我店内有啥，我配互你啥。伊嘛袂白跟你问讲啊，你倒一角市的人啊，还是讲你是啊泉州人，还是漳州的啊，拢袂甲你甲你问。伊就是我店内一包一包款好互你。啊，所以讲即马真侪人是惊金纸店的礼，啊，毋是惊家己古早人的礼。嘿，对，所以金纸店内面会甲你配一寡什么美金啦、金条啦、什么信用卡啦，世界通，吼，就是看里里扣扣遐现代金纸伫迄个内面啦，吼，对，其实迄是真特殊一个情形就对啊啦，吼。啊，讲到即个梦吼，就是咱去遐拜拜啊，就是去遐追思遮个先人啦。我想要请教到张老师就是讲吼，咱即个梦啊，我有看到，亲像我去阮拜老祖公、老祖妈的时阵吼，有迄个梦吼是安尼两个小对象，啊，甚至是两个卡接片拄卡接片，啊，迄个梦的方位是安怎去建出来的？其实梦是安怎建出来这个方位，主要是看咱的山势，吼，这个山势是安怎走，吼，啊，山势倒一势是这个山应该是安尼处理是较对这先人，啊，佮对咱家族较好，吼，所以其实爱看的两个条件，第一头一个是咱先人，吼。伊的本身的命格，吼，看伊是啥物款的命格，啊，伊的五行甲即个山势有合无，吼，甲年过有合无？咱大定来讲，这今年有来年无，吼，啊，甲来年有合无？啊，这三个条件，啊，再佮甲配一个咱孝子的主人家的生时日话，吼，啊，莫个冲煞，啊，大概是这四个条件配开是，就是变成这个梦会当煞的方向。啊，不过大部分来讲啦，除非是讲你伫白地蒙阿波，吼，啊，白地蒙阿波大概较白，吼，啊，向倒位较无啥物要紧，吼，啊，那你做山势，做较我山边的蒙啊。基本上，伊山势安怎行，咱就是对山势安尼行，吼，所以山边的蒙啊，会向的方位较一致。吼，较共款的所在，吼，啊，若讲啊，像咱海边啊啦、海埔啊啦，若有迄蒙阿埔伫遐，你个会像拄啊，咱阿豪讲的，啊，这向东，这向西，啊，两个脚脚表小对象，啊，两个小对象的拢嘛有，嘿，啊，这个是虽然大家拢讲，国语讲迄叫做乱葬岗，好，其实若照一般的地理先生来讲，吼，若是照传统的古早来讲，无乱葬岗这回事啦，因为大家拢是。真照顾咧去看伊的方位啊，绝对毋是乱撞，一定是好好啊做。继续来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哦，就讲吼，台湾吼前几年啊，有一个迄个连续剧吼，是咧搬迄个吼，或者迄地理神啊吼，就是为迄个登山来到台湾要找找这个风水宝地啦。讲台湾有一个迄个龙美吼，有一个穴吼，啊，亲像有诶真侪人讲吼，伊迄望远吼，拢爱，比如讲伊爱找后壁有山啦吼，啊，迄个山佮安尼包起来，敢若坐太师椅共款啦，讲安尼才会知音行事。安尼在台湾吼，一定有真侪遮个。传奇故事是咪？咱请老师甲咱分享一下。上有名的，咱来讲一个上传奇的，就是咱台中石冈啊，吼老家的一个香炉斗坎穴。吼，啊嘛，即马这房仔顶头看到这个穴吼，伊这个穴特别是啥咧？较早古早时阵，你即马看伊敢是蒙牌歪起啊，起处，敢若要倒安尼。其实古早时阵是徛好好徛挺挺的啦。吼，只是讲吼，伊这个穴，因为伊这是香炉斗坎穴，所以伊牛会向前冲，吼，一直为头前亮起。伊在亮的时阵吼，伊个地理神啊，当初是一个。中部最有名叫做沙坡仙，吼沙坡仙甲点穴的，伊甲伊讲吼，你后摆中了后吼，伊这蒙牌拿起，啊，毋过你袂使叮当哦，吼啊，自中了后，伊这老家其实就发展啊非常的好，啊，毋过非常好，人有钱就想讲，啊，我做工啊蒙牌个歪起啊，是毋是爱甲伊踩好正，吼啊，正经到日本时代时阵，有人讲，无咱甲这蒙牌个踩好正咧，莫安尼歪歹看，吼，结果他正经。看好食了后，厝诶他说人丁不平啦，吼可能遮嘛无顺利，遐无顺势，有损人丁啦。尾大家就讲，迄当初
公妈有交代，讲这蒙牌是袂刷叮当的，吼啊，所以讲到即阵，伊蒙牌嘛是共款刷食那嘛，日本时代刷食刷到即阵，伊嘛搁起去啊，起去啊，伊即马就是唔敢啦，搁加叮当啊，搁变做一个咱真有名的一个地县，吼叫做兴武道康县。对，啊，其实讲到吼，真侪这传奇故事，其实拢是记载着咱先人因过因的生活的这文化。不离个讲到这个梦呢，行到当今的社会，咱要安怎去甲因看待？这个梦有安怎像无共款的变化呢？也个咱的祭拜方式，敢有啥物款的变迁？但是休困一下，卡定下继续来讲。其实咱这个现代社会伫咧发展的时阵吼，若准无土地的时阵要安怎？真侪时阵就会去甲真侪公墓拢规个甲伊牵起来。也不离个呢，其实墓对一个人来讲，伊无的确伊是一个足重要的心理啊，遐个精神寄托伫遐，因为伊待伫迄内面就是伊的先人。我想要请教着陈老师，面对就是讲即马有真侪开发啊，真侪建设啊，因就是规个甲迄个规山头的这公墓的这墓全部甲伊牵起来了后，伫顶头就是起新的遐个建设甲个设备，遐安尼牵起来这过程当中，一定有真侪人爱甲伊领倒转去嘛，若是无领倒去，就是政府统一来甲伊处理。老师安尼看待这个现象？是。即摆咱台湾吼，真侪虫仔拢是政府来清场，但是清场的过程吼，这手法伤粗鲁。我是认为讲，这墓内底基本上有真侪文化，比如说伊这墓牌的一寡雕刻的艺术哦，搁一寡墓志铭，但咧清场的过程应该爱有计划去甲做一寡保存，还是甲做记录，甚至若较重要，应该是拢爱甲列古迹哦做永久的保存。但是咱即摆台湾就是拢甲清掉去，安尼我是认为介可惜啦。哦，是。其实甲迄个文化古迹吼强存吼，其实是一个真侪台湾人，甚至是真侪公部门吼，因拢无去想到迄个分子的概念，也是讲伊迄个古迹迄款身份的迄个部分吼，就亲像咱要来看这相片共款吼。其实这个物件，因在迄当时，伊当然迄个时阵的人，伊认为讲哦，人过往就是爱安尼用，但是时间一个久，伊就是变做咱的文化祖产。老师，这是什么款的墓？对，这是咧泉州吼阿拉丁的坟墓啦。哦，咱讲迄波斯人施东西来甲泉州咧发展的时阵，因踮泉州有这清真寺。第二，因嘛有家己的墓园哦，所以咱会使看到这信奉回教的人的坟墓的造型吼是足特别的，所以因这清真寺内底也阁保留早期因这墓的石雕吼，伊阁甲保留起来。这就是咱们迄个中国迄边姓丁的，姓丁的，也安尼伫咧台湾姓丁的，因敢阁有做同款的形体咧？是，这个阿拉丁吼，伊始终是咧清朝时代来甲咱台湾、甲大西、甲鹿港，所以咱即摆看到这张是咧鹿港。鹿港的丁进士的后代啦，因这个墓本身就是阿拉丁的坟墓，但是伊的造型就是咱传统的造型哦，所以咱会使看到伊的墓牌馆顶，有写着鲁人嘛，搁写着这陈江，就是表示讲因是当时咧住咧大陆泉州的陈代江头村这个所在，对，所以伊嘛是真侪青岛石甲泉州石，这个是昭和年间的墓，所以这虽然伊是阿拉丁，但是伊本身伊就已经对咱台湾传统的这模型落去做规划是安尼。真汉化。所以其实。伊本身，伊比如讲在生这个墓的主人，伊在生之前，伊敢是信回教的。落尾已经无信回教啊啦，来到咱台湾拢无信回教啊，所以伊嘛是民间信仰啊。所以慢慢啊，因即摆有一个习俗，就是讲，因拜祖先的时阵袂使拜猪肉。厝里咧徛松的时阵，这段时间后代袂使食。嘛本身就袂使拜猪肉，这个礼甲即摆也阁留掉咧。所以其实嘛，刚刚有受到迄个穆斯林，就是因的影响就对啦。是。请教老师吼，这张相片是伫咧台湾，台湾敢有这金字塔？是，这是咧鹿港哦，鹿港。这个金字塔这墓实在是真精彩，但是可惜咧民国84年，伊施东时就是政府要甲这个虫啊吼，甲清掉做鹿港的运动公园，所以施东时这三个金字塔就用拆掉去啦。但这金字塔的造型就是非常特别嘛吼，因为
伊中华这是乾隆年间的墓，哦，中华这写万善同归，啊那认得出查甫的就男善同归，啊查某的就女善同归，哦，所以咱知讲清朝时代过来咱台湾真侪人客死他乡，啊无人去认领这尸首，啊要安怎处理？就地方的这慈善事业，甲跩尸首吼，甲集中起来，哦，还是讲战乱的时阵，真侪人过恶嘛，吼，甲这集中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咧鹿港的金字塔，而且伊是乾隆年间，而且是鹿港正早期的一个慈善事业落去处理。因为老师我煞落去请教吼，就是讲，伊虽然伊是万善同归啦，伊哪会想要讲起安尼迄个形安尼一站起来？是。应该是讲伊内底吼，跩骨头介济啦。是当时咧民国84年清朝的时阵吼，甲跩骨头刻咧规路卡的迄个货柜内底，啊刻咧鹿港镇海一个公墓内底。哦啊，所以表示讲伊的这造型应该是内底容纳的数量会更多一点哦。啊后壁这金字塔是清朝时代，头前这平的这是日本时代。是安尼。哦，所以即马其实这物件其实就是去用政府毁掉了，对是啊，对。老师要来甲你请教，这看起这个墓就是搁较特别啦，是这是哪位啊？是，这是咧法国的巴黎啦，哦，因为是当时我过去迄边吼，咧做一寡坟墓的一寡记录。啊，因为咧1800年的时阵吼，这巴黎因为大水灾，结果甲迄坟墓区吼一寡土拢甲冲落来，啊一寡骨头拢冲落来，这龟仔路。所以是当时咧1803年的时阵吼，拿破仑就为一个所在做因的巴黎的这公墓啦，哦，这个公墓真精彩，因为巴黎是安那好做艺术之都。伊的坟墓内底吼，真侪艺术家的作品。咱即马看到左手边这个坟墓吼，伊馆顶有这白石头的这雕刻嘛，对不吼？这是肖邦的衣冠冢。哦，正手边这个吼，这个是巴黎的一个记者。啊，这个记者过往的时阵，你看伊的坟墓就是以人的造型。但是咱会使看到伊的胯下只吼，向外加足金的吼，所以西洋伊嘛是有一寡迷信啦吼。咱会使看到真侪相片。一寡查某囡仔，伊会去用手骨去摸，甚至吼，伊规个人真坐咧馆顶，哦，伊是讲要有一个迷信，讲会使带来好运啊。哦，这所在拢有一款情形，就是讲望迄个雕像的迄款风俗就对啊啦。哦，后壁这张哇，同款是艺术感搁较强。老师这是伫咧哪位？这个嘛是同款咧巴黎的一个公墓内底啦。哦，这个是捷利科，这个是有名的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画家。哦啊，所以伊这个墓吼真特别，咱看到伊馆顶是伊的雕像嘛吼，但是下底吼，这个是美杜莎之筏，这个画真名，这个画是当时是咧有一个传咱的故事啦哦，但是咱看到伊的墓下底这个周围这个铜雕，那有机会去罗浮宫，会使看到伊真实的画咧罗浮宫内底典藏，所以咱有机会咱也去看到这画，啊，佮看到这画家伊的坟墓的造型。咱会使做一个连接啊，对。啊，其实事实上吼，有个人讲，我去到外国，感觉讲，因的墓袂恐怖，但事实上，台湾的墓也应该是袂恐怖才对啦吼。其实事实上，是后来是受到后真侪人伫遐讲遐有诶无诶吼，意思讲其实，互咱对迄个墓其实有真侪无共款的想象啦吼。我感觉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因为咱这个文化圈大汉的，所以咱对墓咱有一个禁忌，感觉讲啊，这个形看起来就是插目，就是感觉无清气，就是感觉惊，啊，不过那外国人来看是，咱个伊个讲，这个所在是足水的，啊，这个建筑足水的，这墓安尼看起来，甲咱拢一般看到的建筑拢无共款，啊。对外国人来讲，伊看到的是水的迄部分，同款咱去到外国看到因的梦，咱嘛是看到水的迄部分。对于因的宗教啊，还是讲伊的文化，咱是挂断的，是无感觉。所以，咱去定去外国旅游，定嘛是去看，比如讲去大陆去看遐帝王的陵墓，啊去外国可能就是看一寡迄墓园啦，而且遐是教堂后壁嘛是墓园啊，啊，所以其实我感觉这是有一个文化连接关系，因为咱在台湾在地。所以咱对这个物件较有禁忌，不过咱若去到外国，咱对这款禁忌就较无啊。
对，也当然啦，就是讲吼，你真侪台湾人也感觉讲有也禁忌，也咩咩角角足多，也不离个吼。当然啦，你咩咩角角其实足多是前提之下，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钟老师，就是讲吼。政府伫咧推动吼，就是讲咱烧金拜拜爱减少吼，当然啊，佮推出着迄款线顶追思的概念，就是讲吼，我只要透过网络啦、手机啊 App 啊，来当追思你的祖先、你的过往遮的亲人吼，就等于讲你就唔免传甲咱桌顶遮呢，武甲安尼100年堂去个所在拜拜。老师你安怎看待这个现象？我感觉爱对一个实的甲虚的这两个部分来看吼。那实的来讲吼，其实咱陪墓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有足侪文化是对古早一直流传到后来。你会使讲这是礼，嘛会使讲是这是规矩。其实徛伫文化的立场来讲，线顶这的追思，我感觉是讲，若正经咱无法度会当亲身去甲墓前的时阵，这做一个补充，或者是说，会使讲这是做一个应急的方法，我感觉这会使。好，你若是讲，因为讲这较方便，大家后摆就感性，吼，拢用线顶的方法，还是讲用心肝来想的，安尼其实我感觉这是较无合理一个做法啦。对，其实事实上吼，真侪迄个仪式的过程，以及所重的就是咱本身一个参与的过程。亲像我去陪墓的时阵，缀墓纸，也才做孙仔的萨某孙的，伫遐爬两趟吼，缀伫迄个即阿公阿祖即个墓具顶头，其实迄是一种追思的感觉，会当将所有的家族的人全部拢扣活来。当然啦，在这个过程当中，时代伫咧变迁吼，参与的过程是真重要，重视的是你家己个人的感觉。所以政府伫咧推啥，你认为讲这好也歹，其实这温暖的感受，只有你会当去了解尔。今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现场，跟咱分享遐尼济，非常多谢感恩。谢谢。就是因为咱对真侪物件无了解，所以咱的心肝头才会有挂碍。事实上，真侪代志拢有伊安排，这时间一个久，就变做咱的文化财。也邀请到咱的观众朋友诶，行伫路头路尾，若阵看到墓的时阵，千万唔通惊，咱要用无共款的角度来家己观赏，来家己注意。也邀请到咱的观众朋友呢，有缘在后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谢。